大家晚上好啊！先祝大家圣诞节快乐！来帮我刷一整排，刷一整排，刷10秒，不要停啊！来，记得帮我公开分享啊，设定中年轻人抢先看。因为我现在周末喜欢跟大家聊聊天哦，不要一直每天一直卖东西啊！我觉得卖东西很无聊，就每天都一直在卖东西，然后不跟大家聊天，我觉得说好像丧失了一些意义，你懂吗？哦，因为卖东西这不是太重要了。来，我内容，你安尼才好睇啊！大家歹势啊！来充一下电的来。来，先安尼来，你也插来，为遮来。安尼啦，我用较起来就好啊，用较起来就好，安尼啦。来，用安尼就好啊。安尼这我就安尼举啊，这台安尼啦，这会使调。我这也调，大家歹势啊，我调一下啊，歹势啊，真正无电啊，安尼啦，安尼就会使啊。大家歹势吼，歹势无电啊。我要讲一个概念，就是安尼就是讲哦，因为没有电，不好意思，大家不好意思哈。没有每天卖水鬼王啦，然后每天都卖水鬼王欧北贡，真的是乱讲。刷整排，刷整排，再刷10秒，不要紧。然后每天一直卖水鬼王，对不对？2天卖一次而已啦，没有每天啦，2天卖一次啦，对啦，不要一直乱讲啦，没有每天啦，哎啦，对呀、来，大家晚上好哈，哎啦，这个吴世杰讲的啊，对呀、钱都不是问题，重点是没有钱嘛，讲得非常好啊，重点讲对了哈。要帮我刷整把爱心啊，记得帮我公开分享和设定中年轻人抢先看哈。来，都免考虑啊，我来讲一个概念啦。我咧讲哦，有时啊就是安尼啦。你像哦，我定咧讲一个概念，就是讲哦，恁去思考一个问题，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讲，你像我看足侪直播台，逐工安尼做生意。其实我慢慢现在一想培养徒弟，其实我慢慢想推到幕后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在现在一个概念，第一个，现在是直播的时代没有错，但是我认为哈，这景气一直在往下走，直播市场一直在往下走。因为现在他们其实基本上每一台直播都玩到下架竞争的、下架竞争其实这到后面呢，大家会尝到苦果，你懂吗？因为以前我还在社会的时候，我是一个很顾价格的人，我宁可一样东西卖5000块，我不降价，我会送很多东西，我死都不降价。为什么？因为我在维持市场的平盘。但是现在很多人他们不是这样想，他们今天就是一直来就是一直卖很便宜，卖很便宜，就是物件涨卖100，今仔买700，马上要卖50，这物件剩死。剩起的无啊啦，人家剩起的无啊。到后面很简单，到什么产品都玩死的时候，就没有产品可以玩的时候，后面就是干嘛？就是2个方式嘛，一转行，第2个很简单，就是来办个书，能撑多久算多久，你懂吗？就是这个概念啊。所以说，我认为在做生意一定要看长远，长远之计啦，眼光、眼界跟格调，还有包括你的视野要非常的高。就像我常讲的，刚刚还是讲到那个很大的重点。来，今天战略上的评估、风险的考量、策略上的行销、库存的管理跟人才的运用，这5大原则一定要运用的灵活是，才能为之神嘛，你懂吗？做生意讲求一鼓作气嘛，一而先，再而衰，三而竭嘛，你懂吗？没有一成不变的生意，也更没有一成不变的市场，唯有创新，唯有今天走你自己的方向、自己的路线，你才有办法很简单长长久久啊，你懂吗？就像我常讲，所有的成功来自于模仿跟抄，但是所有的模仿超越不了原创了，超越不了原创，你懂吗？这都是短期的，拢短暂时间的尔啦，拢袂久长，你相信吗？拢绝对袂久长。所以说，一定要去走自己的产品，走出自己一条路，走自己的产品，你懂吗？永远在帮别人卖东西，永远在帮别人代工，那个都只是短暂的权宜之计啦，在权衡利弊，审而利弊得失，在许多年后，你就会知道说，真的要走自己的品牌才是一个路线，一直走别人的品牌永远是一个死棋啊！我常咧讲啊，人情世事不如纸啦，世事如棋局局新啦，得这个概念嘛，事事如棋局局新啦。所以做生意也是一样，一定要创新，每一局要怎么下，都要瞻前顾后，你懂吗？要高瞻远瞩，你要看得很清楚，要想得很远，才是长久之计，你懂吗？方能久长。来，刷一整把爱心，刷一整班，刷10秒，不要停。来，大家把我公开分享啊，设定中年轻人抢先看啊，大家晚上好。来，传统事业
我要讲哦，传统事业是这样子的，传统事业它是一个很长久的事业，但是我可以跟你讲，你传统事业它是一个很长久的事业，但是它的利润通常都不高，都是薄利多销。哦，我讲你讲，迄边卡徛久的你诶，你今天站得久、站得稳哦才是高，站一时高不是高哦，站得久、站得稳才是高。所以说，传统事业一定是要维持一个平盘，维持一个很长久的路线，就是你的观念跟你的决心啦，你坚持爱就爱俩丁斤啦。我今日要卖蚵仔面线，我蚵仔面线我就要卖到蚵仔面线，真正大家拢鹅乐，家喻户晓诶，就要努力去做。就像你到宜兰去吧，宜兰有肉汤，人逐工炒，对无啊？现主是人彰化溪湖啊，鸡羊肉咯，对无？逐工话炒，因为品牌做出来啊嘛。大家嘛咧卖羊肉咯，倒一间下野倒一间生理比较好，无啦。永远就因这几间上好，因为啥？因为伊的生理徛在啊，嘛口味做出来嘛，伊的牌子甲品牌甲看板拍了粗啊嘛，所以无所畏惧嘛，伊毋惊人挑战啦，这物件就是安尼啊。无遮侪间咧开羊肉咯，倒一间沙野倒的，你了解无啊？就是安尼嘛。包括拿靠真善美嘛，共款倒一间杀人家的倒，人嘛做几十年啊，对无啊？这就是古藤生理啊。来刷一整排，刷一整排，刷10秒不要停啊！对啊，你看有风样宜兰人，你会上清楚嘛？宜兰罗东夜市啊，你去看做久的迄几间，逐工络绎不绝啦。迄毋惊人客无来，惊你食袂着尔啦，惊你无来抢，你了解无？迄就是这个概念嘛。因为人做了看板大机啊嘛，所以我常咧讲咧做事业，你也有坚持，毋通食白话白食母话母，你了解无啊？规工啦。看这项好赚就要做这项，看这项好赚要做这项，你了解无啊？我甲你讲，哦，做生意甲做人共款，莫上头买车啦，莫看这项好赚就为这门落去讲，看这项好赚为这门要人，你了解无？迄拢袂通啦！你爱做坚持的代志，毋通去做三心两意的代志，你了解无？这个概念是安尼啦。做事情要专心，不要分心，分心永远干不成什么好事，你懂吧？也不要小钱思维啊。3万5万都要斤斤计较的人，我可以跟你讲啊，一辈子干不成什么大事啊，你了解无啊？做生意3万5万嘛要斤斤计较，对无啊？我也像讲的啊，咱刷一整班，刷10秒不要停啊！那等下来，等一下哈，来，今天把我公开分享啊，设定中年轻小年看，今天不卖东西，单纯聊天。就像我咧讲的啊，哦，做油漆工程，我可以跟你讲，做油漆工程你要去思考一个重点，做油漆工程你要去讲说就是今天。你爱去用包厢盘怎啊？大包、中包、小包，你爱去先用盘怎嘛？你爱先去演出时来，宜兰兄弟鸭子晚上好，哦，宜兰的兄弟鸭子晚上好，哦，来兄弟晚上好。我咧讲这个概念，你无去甲包厢盘怎，你要哪有工程？对无啊？你今仔日头掠去遐3百米呢？你想讲话规工演出时，甲啥物人熟悉到案件会落来，无可能啊！你平平咧盘怎，人请遮大包见面演出时来。去台北龙亨啦，台北丽园酒店啦，现主是零到3嘛去香格里啦，对无啊？见面煞去酒店订一晚5万8万10万，啉芳芳，啉粉味的，对无啊？见面现主是啊，逆上，啊，这个工程才有小弟来做些，啊，我才打偌济 commission 转来互你，对无啊？这个物件现主是包括你也要做公家头路，你无官商勾结，你要安怎趁钱啊？对无啊？我常咧讲做官青年食饭爱缴盐嘛，你了解无啊？你咧做油漆工厂，你也要做大场诶，你爱先甲人建商盘怎啊？看现主时，你有法度现主时新复发去实在正青天旁边诶人无？啊无陈小为台庆房屋诶总经理，对无啊？啊立体建设诶郭全庆，对无啊？全部你爱去找遮大旗条仔诶旁边诶人来盘怎？循序渐进嘛。3节5亲爱来现主时送礼嘛，送礼，红包对无？酒店粉味拢袂使减啦。无先开我钱，你要哪甲人熟悉？你了解我意思无？这物件是安尼啦。在社会，莫讲你熟悉啥物人啦，先让人家知道说你是谁嘛。不要问说你认识什么人，先让人家知道你是什么人。啊，交朋友很简单啦，交际拢爱先开钱啦，无开钱无叫交际啦。啊，规工现主是要伫遐甲你吼泡茶啦、开讲啦、拉比赛有啦。这种朋友叫啥？叫囡仔朋友，叫囡仔朋友。甲真心的斗阵的，啊，这是屈指可数啦。一支手、5支手仔哦，若算个交运哦，算做数字的啊，我骗你啦。我甲郭董创新，阮2个自国校毕业结拜20几年啊啦，你了解无啊？
因兜的人，我就当做家己的；阮兜的人也当做家己的啦。你了解无？这就是这个概念啦。哦，就像阮斗阵的宜兰这阿志共款，阮两个嘛做伙足久的啊，对无？拢互相不时咧关心，讲电话讲2点外钟，这就是安尼嘛。所以讲我定咧讲嘛，真心知己难求，真心知己人难找，就是安尼。所以讲，你要去思考，你要先讲盘怎交际，啊，做成你的朋友分则清楚的。哦，朋友还朋友，斗阵的还斗阵的。啊，你若要交朋友，你就莫甲伊讲钱；若要讲情，就莫讲钱；若要讲钱，莫讲情。你了解无？无恁朋友吼，拢是为着钱拍歹啦。朋友拢是为着钱拍歹的，我你相信我啦。因为拢大家若无清楚，朋友这两个你就摕掉啦，就无情分可见啦。你了解无？所以若要甲人交久长的朋友，大家尽量是莫有金钱上来往啊。讲情分啦，你请我，我请你，你了解无？为啥？这有这个概念。我请你食一顿5万的饭，我请你吃一顿5万的饭啊。这叫情分啊，不用还的。当你跟我借500块，一定要还，这个叫规矩，你懂吗？所以朋友之间莫有金钱上来往，这是上久长的代志啊。哦，您了解我意思哦？来，李神芳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好久不见，李神芳晚上好。我们来刷一整排，印刷10秒不要停，而且把我公开分享的设定中连接抢先看。同学，您了解我意思无？所以我有时啊咧讲这个概念，就是咧大家探讨，大家交流，就是讲，你看卖啊，我讲敢无影？偌济朋友为着金钱来往，大家忝歹，对无啊？咱与其莫安尼，咱相请不伦嘛，对吧？朋友久久长长，你了解无啊？为啥？相听是情分，无相听是本分啊，无相听嘛拄啊好尔，你了解无？所以讲我常讲就是说，今仔日这个概念，大家互相交流，互相参考。所以讲，像我网友，甲咱大家出来开讲，你像大湾啊，台南大湾从化区嘛诚好啊，大湾你知无？遐嘛是会使买啊，大湾遐嘛是会使买啦。啊，你台南啊，大湾来买透天的啦，买透天的啊，结落啊，你了解无？啊，真正人讲也要卖吼，卖卖用租的，你了解无？透天的吼，咱啊价吼，一层楼价4间房间，你了解无？买手吼，价4间房间，搁乌一个马桶，凑一个便所，啊一栋，啊买手来租学生啊，你了解无？我甲你讲这属实，哦，租学生啊啦，啊无租一寡女生套房、上班族的，这拢会使啦，这拢会趁钱，你了解？一间租6000、8000、1万，还不时嘛有人租，对无啊？你装潢卖伤粗俗，好啦，小装潢者时下价钱，我跟你讲，还是很多人要，你懂吗？哦，来，我跟你讲哦，这个晚上要去哪喝 ？Andy 晚上好，哦 ，Andy 晚上好，我没有喝酒，我戒酒2年了。我常讲哦，酒让人张狂，酒让人丧志，哦，酒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它可以帮你，也可以害你。它是一个很交际应酬必要的东西，但它可以帮你，可以害你。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我酒量不好。所以说，我已经把酒戒掉了，你懂吗？我常讲啊，少年得志大不幸啊，来，执着于酒色也是大不幸啊，沉迷于赌博也是大不幸啊。所以说，尽量不要去喝酒，尽量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啊，可以不要就不要啦。当然，喝酒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喝酒唱歌放松，那是一个很 feel 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你懂吗？来，刷一整排，刷一整排，刷10秒不要停。记得把我公开分享的设定中连线抢先看哈，来。我底下咧讲哦，来这个对啊，吴世杰讲说对啊，喝酒误事，很多都是这样子啊，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啊。我讲一个概念无恁听啦，你像我底下咧讲啊，我常在讲就是说去思考的重点。今天呐，我那天在讲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你去看哦，有些人他今天他立志要做一件事情，他就用力的去干，用力的去做，你懂吗？他花了3年5年时间获得掌声啊。就像那一天有一个朋友，他发讯息给我，10几年不见了，10几年不见，他发讯息给我说啊，你怎么回来了都没有跟我们联络，都没有跟我们联络啊，一起来吃个饭怎么样？我说谢谢你的关心，那我们找时间呐，找时间真要找时间，不是我不去，而是在这10几年来当中，大家已经都断少了联络了。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当年大家一起的时候，大家都是在同一个。母乳股同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当时为了要成长，我们挤破头，一扇挤不进的门，我们硬要都要把它冲破，你懂吗？我们为了要成功，为了要发财，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你懂吗？所以今天成就我们的，我们虽然不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但我们在台湾的知名度已经算非常非常高了，你懂吗？但很简单，当时我们选择这样做的时候，他们选择随波逐流嘛。我常讲嘛，狼行千里吃肉，马行千里吃草嘛。活鱼逆流而上，死鱼随波逐流。今天你要当活鱼还是要当死鱼？你懂吗？
鲑鱼今天分流向上是为了要产卵，所以要延续它的下一代，你懂吗？但很简单，你今天你如果自己没有这种向善的精神，那我请问一下，人生总要经历失败个几次，你才会获得成功吧？如果你连经历失败的勇气都没有，那我跟你讲，你一辈子什么时候才要成功？你懂我的意思吗？不要去羡慕别人开法拉利，不要羡慕别人开兰博基尼，为什么？你也可以，只是看你自己有没有用心要去冲而已嘛。我常讲嘛，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嘛，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嘛。跟对了一辈子，跟错了一阵子嘛。我可以跟你讲啦，靠着我连千亿发达的人很多啦，靠着我连千亿发财的人也很多啦，你懂吗？在我面前，你懂吗？我只要讲一句话啦，没有我你们会有今天吗？没有我你们会有今天吗？安内的二来啦，懂吗？我可以很狂妄的讲这句话说，在当年靠着我发财的人很多啦，你懂吗？厂商也很多啦。那请问没有我你们能赚那么多钱吗？请问没有我连千亿你们能卖那么多货吗？没有我你们今天能达到这个境界吗？你懂吗？所以说这东西我可以讲这句话，但我不会去讲，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讲这些都是废话。我常讲要讲，我今天我会祝福别人的现在，鼓励他的未来。别人混得好，我祝福他；别人发展的妙，发展的棒，来，我们也是鼓励他，希望他以后越来越好。你懂吗？我常讲啊，一个真正有实力的人是不怕竞争对手的，你懂吗？我常讲，还有一个重点，刚刚在讲借钱这个问题，千万不要借钱给你的朋友，因为你是在树立你自己的敌人啊。借钱给朋友，在树立你自己的敌人。如果真的要借出去，当不要收了，不会回来了。为什么？因为真的借出去了，他真的要还你，他就会还你的；他没有要还你，你就当做大家游戏一场，一场游戏一场梦，你懂吗？来刷一整排，刷一整排赞，来刷10秒不要停，来先帮我公开分享，还有设定中连千亿抢先看，来谢谢哈、哦。我要讲就是这个概念啦。所以说你们要去思考嘛。今天我在讲，不用去讲说啊，我们做给别人多少，别人做给我们多少，都不要去讲这些没有意义啦，你懂吗？把自己的经济体搞得大，把自己的实力弄得好，很简单，别人永远就是在讨论你，因为我跟你讲，一个没有讨论度的人代表你一无是处啊。一个没有讨论度的人，代表你一无是处啊！当今天每个人都在讨论你的时候，不管是正面或是反面，那都是一个新闻嘛，那都是一个讨论度嘛。因为就是因为你有经济价值，人家才会讨论你嘛，不然讨论你干什么呢？你懂我的意思吧？哦，来，老面格鲁啊，来，大家晚上好，来刷一整排，已经刷一整排，刷10秒不要停了，记得帮我分享到设定中连先抢先看哈、哦，因为很久没有跟大家聊聊天了哈、哦，啊，我喜欢跟大家聊天哈、哦，就是说。周末我都会开一段来跟大家聊聊天，就是不要一直卖东西啊，卖东西哦，虽然赚钱还是要，但是我觉得把一些时间放在赚钱以外的事物上，我觉得这很重要，互相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一下，来问问题大家聊一下，来，这个有一个 INGD 他说有客人想买自己家旁边的地啊，但价差1坪差1万，迟迟不加价，请问要怎么说服他比较适当？我跟你讲，这有牵拖到几个很大的问题啊。你说今天你家旁边的地要卖，大差1万，怎么讲不下来？第一个嘛，那个土地你要看土地持分有几个人嘛。即马政府规定75%以上囡仔长了，就是爱买啊嘛。你先带恁兜亲戚50讲好势，几个囡仔要出来讲，几个人要讲好势出来长嘛。啊，讲袂好势，最大的重点嘛，请恁家族一个上有分量的时段嘛。咱们家族里面最有分量的长辈出来，坐下来约大家开会，你懂吗？每个人各让一步，就是海阔天空嘛，一起发财，一起发达嘛，你懂吗？我跟你讲，不然迟迟没有下文啦，哦，永远是待价而沽，你懂吗？一块地起也无开发，永远就是一块地嘛，你了解无？有开发了，迄就是一个住宅区嘛，有人进来就有钱嘛，一块荒地摆在那边只会长荒草而已，蔓草奄奄呐，你何不让他去开发下去？干什么嘞？开发下去，有人潮进来干嘛？来，第一个会进来的就是便利商店嘛，便利商店租金就高了。你只要开发下去，一定有便利商店嘛。基本上 7、莱尔富、全家便利商店3波1间5波1间啊，你得先有便利商店进驻啊嘛。有人潮就有钱潮，有钱潮就有出价的价格嘛。把它开发成住宅区，下面就一定会有吃的嘛，食衣住行一定免不了，一定跑不掉嘛。有百货公司，那个就是以后的事情，除非那地方真的很大，不然我可以跟你讲，便利商店包括小吃店，包括煮面煮饭的饮食的，包括一些5金百货的，通通都会有。我跟你讲，只要有人潮，那地方一定会开发啦。
你懂吗？你找一个当地的长辈，有分量的长辈或家族的长辈去跟大家坐下来沟通哦，安尼应该巧为喝谁啦？你懂我的意思吗？这就是买卖土地最大的弊端的，最大的问题哦。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来刷整把印，刷整把刷10秒不要停，来记得帮我公开分享，还有设定终点建议抢先看哦。来，我再来聊一下哈、来。吴世杰跟卡扎本靠面对哈，世杰哈，世杰晚安。世杰记得哈，记得赶快睡觉，记得盖被子哈。咱们可如有空再上来聊天哈。我来讲一个概念就是安尼啦。我跟你讲哦，这个物件，你像有时像大家讲为啥现主席哦，连同你现主席哦，那会拢做直播啊，无爱去卖肉、卖鱼啊，卖啥物物件我对这个物件较无内行啊，我真正无咧卖这个物件，我真的没有在卖肉卖鱼啊，有时帮人家站台而已。不是说我们不要，而是说现在在这个业界做卖鱼卖肉的人太多了，还有很多是我在社会上的朋友、生意上的朋友，大家都在做这个。你何必大家都在吃碗粥了，还要去拿汤匙去舀干嘛？你无缘无故举一杯汤卡成舀袂创啊，无必要嘛。咱做好咱家己的生意就好啊，你了解我的意思无？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去要去去争什么，或是说一定要去插花插旗什么事业，没有必要啦。你懂我意思吗？来，请问台湾什么时候会发射火箭到外太空 ？TAY， TAY 我跟你讲，台湾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可以发射火箭，你懂吗？火箭还没有办法。不过很简单台湾目前我就讲啊，台湾目前是没有办法发射火箭。不过台湾目前有在进步啦，像天宫1型、天宫2型、天宫3型已经可以对高空打到400公里了，包括雄风1、雄风2，包括雄风巡弋飞弹这个雄2增程飞弹已经可以打到1500公里以上了，慢慢在进步，火箭还没办法不过有机会啦，有机会啦，我们就自己看台湾什么时候会进步希望台湾越来越棒，加油来。现主席我来讲一个概念，来刷一整排，刷一整排，暂刷10秒，不要停记得帮我公开分享设定中连接抢先看来，小明哥晚上好我们新竹的小明哥晚上好，明哥晚上好来，我来讲一个概念，就是讲你看圣诞节今年就对啦，较无迄个气氛啦，因为啥？即摆疫情佮爆发啦，大家经济上嘛较无好啦，全世界拢无好啦，所以讲大家现在量入为出啦。要开源节流，莫后袂开钱啊！你了解无啊？较早一顿饭食2-3万块，拢无咧耳哀啊！即摆食1万块，爱小想一下，为啥？因为此一时彼一时嘛。我常咧讲10年河东10年河西，你了解无？这个物件就这个概念。所以说在景气不好的时候，大家要缩衣节食，莫后袂怕生，你了解无？来储存你的战备实力。为什么？疫情要多久不知道疫情要撑多久不知道那你今天如果把你手上的银子、银弹全部都，就是拿去挥霍的时候，拿去花掉的时候，很简单啦。有一句台语有一句台语叫做“好天爱就好来牛”啦，“好天爱就好来牛”。这句台语叫做未雨绸缪啦，你了解无未雨绸缪的时候，就是你要记得，先想象到最为难的时刻，你懂吗？你方可全身而退，要预留自己后退的路线跟空间，你懂吗？不要把自己最后的一个保险牌都打出去了。我跟你讲，那个就是你会付之一炬我常讲那个美国 IBM 公司的总裁沃森先生曾经讲过一句话：哪怕今天我的公司被人家接管哪怕我的工厂被野火烧尽只要我的人还在，我就再重建一座 IBM， 你懂吗？中国的富商李小华曾经讲过啦，如果有一天我被下放为大兴安岭，大兴安岭是东北，中国东北在种茶的地方。如果有一天我被下放为大兴安岭身无分文只要给我几年时间，我一样可以成为亿万富翁，你懂吗？这是多大的概念，你懂吗？我常讲这句话就符合那句话，叫做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善且益坚，不夺青云之志，你了解无？人自信要比天高我常讲英雄不问出处自古英雄多，磨难不受天磨非好汉，你了解无英雄从来不问出处自古英雄得磨难不受天磨非好汉，你了解无宁愿负罪离死不管这败军几穷，你了解无失败没关系，暂时的失败都没关系，没有失败绝对没有成功，所有的失败
都是成功之母。你相信我，你都会从失败里面汲取经验，都会从失败里面吸收到你失败的原因，都会找出你解决失败的方法，你就以后很难再有失败的可能。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是这个概念。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呼吁，短暂的低潮不要紧，没有波涛怎么会有高潮？你懂吗？所以有几些失败，你如果不能吃苦，就等着吃屎，你懂吗？所以像我就没有低潮，我永远都在高潮，你懂吗？我出来很简单呐，出来很简单，还是一样啊，还是做的还是很好啊。所以说我们没有低潮可言，你懂吗？就像现在在荷兰在拉迪赛，随便也是几千个人在看，就是这样子，就随便玩玩，你懂吗？聊聊天很开心。来刷一整排，刷一整排，刷10秒不要停。来，帮我公开分享的设定，只用年轻人抢先看哦。来，我跟你讲啊，就像这个减培语啊，很多人可以预测未来的10年，但他没有办法预测来未来的很多年啊，你懂吗？我常讲啊，上档次的人永远想的是明年跟后年，企业展望跟目标；下档次的人永远想的是明天的，你懂吗？还有人都在想明天要吃什么，明天要干什么，明天要跟谁约会，明天要去哪里走，明天要去哪里玩。明天要开跑车去哪里？明天要跟谁应酬？还没有想到明年我要做什么，后年我要干什么，你懂吗？就像我现在在规划，都是已经是3年后的事情了，都已经规划到我后面可以留什么东西留下来给身边的人持续的壮大、持续的成长，你懂吗？我常讲，有些人他没有想那么多，他们都只是在看眼前，我现阶段可以赚到多少钱，你懂吗？我现在可以来得到我多少我想要的利头，多少想要的利润，但你有去思考嘛？你在走的是长久之计嘛？你懂我的意思吗？像现在我在接业配，我在接我自己的产品，一大堆厂商来找我代言，你懂吗？代言费都是很可观的，你懂吗？我常讲，我们不随便出门，一出门就是要现金，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争取时间，我们在争取时间的，我们在跟时间赛跑，你懂吗？我常讲，我们用力的在打知名度，用力在耕耘我们的市场，不是拿来随便去这边走一走，那边走一走都不对。我们去就是要付钱，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我们去，我们帮你分享，我们就是有流量；我们去就是有人看，我们去就是有人潮，有人潮就带来钱潮。那我们跟你收费合不合理？当然合理嘛，不然你可以找周杰伦啊，不然你可以找其他人啊，不然你可以找其他的直播主啊，你懂吗？我还是讲那句话啦，要去就是要付钱，这就是商业原则。那如果不讲商业原则，很简单，讲朋友原则，有一次而已，爱一次而已。那我做给你，那以后你要做什么给我？那很简单，我做给你要做什么给我？很简单，今天做给你，那下一次我就打电话，某某人啊，明仔载阮一个斗阵大兄因朋友因阿金因斗阵的阿公的阿爸什么人要创啥？你这法拉利的明仔载来我开来，那我请问一下，人情是要还的。那今天我们做给人家的时候，什么时候还给我？我打电话给你，你做得到吗？来，你这发来，阮朋友的斗阵的阿姨、阿金、阿公的老爸，什么人已经跟我离5000里了，我就是要做面子给他。请问人家做给我吗？做得到吗？所以说，与其要这样人情包袱来来去去，我们干脆就直接钱简单处理就好了嘛。要因祸两气嘛，一翻两瞪眼，大家安尼，就是简单处理，安尼不较速气，你懂我的意思吗？来，今天又讲到来金 YY 讲到狼道一书适合年轻人看嘛，可以。那我可以跟你讲，你要知道这是一本亦正亦邪的书狼道的系列很多，这个作者写很多系列的书。我不是个学富五车的人，但是我阅读过很多书籍。我跟你讲，你看狼道这一本书你会正反两极。第一个，做生意你会来有2个正面是叫做来无诚不商，来无义不为。那你如果第二面反面，你会变成无利不为，无奸不商。所以你要掌握到自己看的那种心态，你要掌握好，你懂我的意思吗？不然真的会迷失啊。那我觉得你应该推荐几本书给你看一下。第一本《孙子兵法》，你一定要去看，《春秋左传》魏了子、三韬六略包括来将院，诸葛孔明写的这几本书一定要去看。将院是集所有这些武圣七书之大全，你去看完这一本书，一定会有成长。而且《孙子兵法》孙武先生他这本书已经被列为美国西点军校必备的中翻英的课纲之一，必备的必点的课纲之一，所以这本书一定要去读。读完之后你会收获非常非常多来，很主起来大家晚上好来刷一整排爱心，刷一整排刷10秒不要停，大家帮我公开分享的事情中，年轻人抢先看
那我要讲到最后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在在我的这个赚钱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永远就是想到，就是说周末现在不来做商业性的，周末就会跟大家聊天。我周末已经不太想卖东西了，我希望跟大家交流，因为我觉得说每天一直在卖东西，我觉得那已经不是上这个直播的本质了上这个直播的本质。当然做生意赚钱是一个好事啊，不过我觉得基本上我常讲要言之有物要恼我成智要胸我成竹今天你讲出来的东西，要真的大家听来乐去，要有共鸣性不然我跟你讲今天这些人都不会长久，看你的人真的都不会长久。为什么？因为你今天是靠着产品取胜，而不是靠着个人魅力取胜的时候，到后面你的直播频道，到后面谁要看你直播？到后面没有人要看你直播来，林坤生 OK 林坤生谢谢，来祝你财源广进，谢谢。来，所以我要讲就是说今天你去看吧，二胎好做吗？二胎不好做。今仔你要趁人的力量，要拼你的本你了解无？至于到底呢？这理财较有好做来，大家先帮我公开分享，还有设定中年轻人抢先看，来帮我公开分享，谢谢。今仔你要趁人的力量，要拼你的本你去思考这个问题无？但是百个人才会提出来借二胎、借三胎、借四胎嘛，因为银行贷袂出来嘛，因才去借二胎，你了解无后壁借到二胎，借到你设定甲全部的人，就是拢要放讲的啦，拢是要放互厝的，你了解无？伊银行借有创嘛要借二胎。银行利息遮尔低，伊借二胎利息较悬要创啥？伊就是真正高不离三种才来做二胎嘛。所以咱做二胎，咱就要有心理准备嘛。但是即件若要做，厝就是要借啦，厝就是要抵啦。你了解无？即个土地，即间厝就是我要来哈杀落来所以讲你要了保险的心理准备的伊，即个地还是即间厝，就是一定要放讲的你要有心理准备因为伊利息缴袂起的时阵，就是要放互厝啦。做二胎即摆真正无好做时机愈来愈长过来少，你了解无？你了解我意思无？来，本来就看相声落车嘛，伊绝对问你一句啦，你了解无？即个孟母三迁共款嘛，伊要现主是要经所在，要经倒一间来做，伊会先看几来位，一直教诲嘛，先比较理性嘛，先看卖啥物背景嘛，第三个看啥物人我做伊的额度较侪嘛，拢是安尼比较尔啦，这都是大原则啦来。这个 Andy 说台湾什么行业可以投入努力论固定薪水出不了头天。我可以跟你讲基本上Andy 讲得非常好我把这个做一个结尾。一个人一个月赚3万块的薪水他加全勤3万3他永远跟他老板讲老板我很认真我每天都没有迟到，没有早退啦，我3年如一日，每天都全勤都没有迟到，都上班很正常。我跟你讲。那你3年来，你永远就是3万3、3万3、3万3，你一辈子就是3万3、3万3，你没有增加嘛？没有，完全没有嘛？那你该怎么办呢？你应该3年磨一剑，而不是10年的。你拿这3年的积蓄拿出来，你跟老板毅然决然的讲说，老板，我绝对不会忘记这3年来你对我提携的恩情。这3年来，你照顾我的家庭，跟给予我的薪资，包括教给我的一切，我绝对都放在心中。但老板，男人志在四方，你给我1年的时间，我出去闯闯看。如果有一天我失败了，你不嫌弃我，我回来帮忙你那如果有一天我成功了，我必定回来感谢你，你懂吗？你必定要抱持不成功变成人的心态，拿着你的积蓄拼搏一场嘛。不然你一辈子就是领固定薪水嘛，难以跟富贵勾连嘛。如何跟富贵相省你懂我的意思吗？小感就对你听我的意思无？你要开几年时间去壮大你的经济。我跟你讲，唔通讲甲少钱去做生意你讲甲少钱去做生意你会搁愈忝。你知为啥无？你要知影，你若即摆欠50万，你就摕30万来做生意，20万来做周转。你了解有？伊做生意也成了3个月，你能够有这个完成。你若是买手，你加50万，你摕喺银行内底，你可以贷款100万出来。见面你后壁，这间店开落这个生意做落周转金无够，甲交银行的利息，为着要用派头，为着要起派，你了解无？拢开一寡无必要物件，装潢招潢足水的啦，电话买足贵的啦，冷气买上好的，买大金的啦，买Panasonic的啦，Panasonic的台语叫Panasonic啦，潘啊你了解无？Panasonic你了解无？买手拢用上好的啦，
到尾记名我甲你讲啦，后壁你变无好的时阵，该交银行贷款啦。你的钱啊一箍敢若攀啊，你了解无？因为你收入无甲遐嘛，你变双头死嘛。你公司无趁钱，买手记名物件都较高关注的高档的啦。后壁记名甲交贷款，我甲你讲，你会去互这第四囝啦，我无甲你骗啦。你后壁失败拢是安尼，所以讲你爱量入为出，一开始不要装潢在一些什么装修太多钱，买太好的家电，买太好的沙发啦、桌子，有的没有堪用就好了，买二手的就好了，你懂吗？做生意要先求赚钱，不是先求花钱，你懂吗？哦，你要知道自己一个衡量在哪里哦，自己要知道自己的今天的把握有几成，因为很简单啦，一定要抱着不成功变成人的心态，无你失败啦，我就跟你讲啦，你若成功啦，朋友众多并余啦；你若失败啦，朋友有几啦？你了解无啊？但看宴中杯中酒，杯杯先敬富贵人啦。你失败，大家呀，你看水饺呢，一口给懒觉啦，你了解无啊？谁看你啊？你失败了，谁电话都不接了啦。打给他，你迄倒，歹势，我咧无用哦。我等下才回互你哦，回互你3个月后啊啦。为啥？3个月回互你的时阵，看你拢好起来啊，看你规拢起步啊，才接你电话啊，你了解无啊？社会，莫讲社会现实，这叫现实社会啦。大家拢莫相传，你了解我意思无？真正有影的啦，懂我的意思吗？我真的不骗你啦。你相信我啦，我卖起来好小济啦，你参考看卖啦，真正的啦，来，我甲你讲啊，这个物件黄伟晚上好，大家晚上好。真啊，我甲你讲，要这个朋友说野心踏出去，这个物件真正起来刷一整排，已经刷10秒，不要停，来帮我公开分享和设定中连线小心看。你没有野心，没有企图心呐，你怎么成就自己啊？你懂吗？今天呐，一个人没有野心，没有企图心，你如同一条咸鱼，你懂吗？咸鱼你了解无啊？无爱食拍个啊啦，要食的时摕来煎煎鹅的啦，摕来配咸糜啦，你了解我意思无啊？就可有可无啦，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嘛，你了解无啊？你要知影，你今仔若要壮大，你要趴头，要大趴马，要成功，你就是很简单嘛，你要抓准决心嘛。有些人觉得跟对老板会壮大，跟对老板会很强，你懂我意思吗？说跟对老板会很强。不对跟对人是一阵子，跟错人我跟你讲，跟对人是一辈子，跟错人是一阵子的我手机也无电啊，等下再大家开讲，我充一下电的大家拍谁啊？我充个电，手机没电的，不好意思大家晚安。